然後就係法拉王同埋呢個龍。上一鋪佢輸咗，輸得好抵，會贏翻呢鋪。哇！好猛啊東西，但係都係得一個，但係都係得一分啫，1-0，好過冇不過。哇！哇！睇呢啲嘢 OK，係好弱嘅極限衝擊，但係都有機會。哇！法老唔係好掂啊，法老持久都輸嘅，2-0，法老老啦，好力啊！法老死咗，3-0 ，OK。秒咗法老，爆發咗佢嘅力量，4-0。